后来乡亲啊，这100年才当看到一届的天文奇景日全食，也就是天狗食日，昨来登场。全台湾几10万的民众是小坐看，为了要亲目睭来见证，有人是摕电光片，有人是摕酒干仔来看。但是眼科医师讲，不管是电光片，或者是酒干仔，这个减光的效果，拢不如专业的太阳减光的滤镜。若是看过了后，发现目睭安尼一片的蒙雾，或者是直线看起来会歪歪，或者是会看到乌点，拢会赶紧到眼科去检查。若是严重者，可能会引发到白盲仔症，或者是视网膜来背离。规工袂看人，干那看日头吗？我看得到了，我看得到了，看得到了。酒干头没无，看日头拄好。看到吗？吃一半，吃一点点。爸爸羊接的面大，囡仔对日的眼睛大。有的人摕电光片，额头看骨刺，单头看手指。假使讲若无休困，一看2、3点钟。小心哦，天狗食日，目睭的健康嘛可能去食去。这多层次的烧伤，对，它是水泡吗？它是肿起来，很多。所以这3个同时看2秒，3个伤害可能都差不多没事；看2分钟就会有事。你看20分钟，汉奸面具的人可能小伤，另外2个是大伤，尤其是酒瓶那个是大伤。你的光源就是太阳直接这样进来，那个亮度很高，所以它是高强度，所以你最后的量累积的量是产生对这个组织产生伤害最大的原因。如果若是用专业的太阳减光滤镜，可能就会出现严重的白盲仔症，也是讲看物件时阵影像无讲介清楚，直线看起来歪歪，甚至视线有乌点。更较严重就是黄斑部烧伤看无。我看到就照一张下来就变这样，所以我没有继续再照。没有再继续再盯着看。我没有，因为我还个丢。连眼科医生偷偷看2秒尔，就赶紧压头，所以讲对日了后，目睭若是怪怪，就赶紧换做医师啊。